后来继续来看明年的元旦，含3百斤的美国猪肉就要进口台湾咯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专工帮这个连锁的超市来徛台，讲只要认明到实在的 QR code 这个扫，就会当知影这个猪肉是毋是台湾国产的。另外，消基会伫网络顶发起的反3百斤进口的人数，已经有超过11万人来响应咯。 冷冻猪肉后摆 QR code 手举一个扫，这只猪伫倒位饲的、倒位加工的，随知影，要第三方的验证。这是连锁超市的溯源标章。农委主委陈吉仲专工来看，因为每年有卖猪肉甲制品的场所，拢爱写产地，是讲超市有完善的产销系统，小食摊恐惊做袂到。以农委会来讲，我们的台湾猪标章一贴上去，确保的就是台湾的猪肉。 有标章嘛，需要政府确实去稽查。消基会嘛伫网络联署反对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。到早起10点为止，已经超过11万人响应。针对这样的一个联署，我们当然尊重。不只针对莱克多巴胺标示，那我们还有更多的抗生素，我们还有更多的农药的安全容许底下，这个标起来有数千多种，反而会造成管理上的麻烦。 再三强调讲，进口美国猪肉是予民众加一个选择，抑过通路标示溯源机制，要做到互民众的安心，恐惊还阁继续拍拼。